來關心進前台中一個國小棒球隊的教練逼出甲53個囡仔性侵的案件，第二批起訴宣判，一個教練對10個囡仔犯着22項的罪名，判刑19年。因為日本基金會是認為台中市府攏無咧檢討，這問題是無法度徹底解決。台中市一間國小4常的棒球隊教練，2024年逼出在職6年的期間，對未成年的球員性侵威脅，佮有翕性影像。台中地檢署第2波起訴，這個教練對10個學生犯22條罪。台中地院2審宣判，要關19年。在斟酌被告犯罪的動機、手段以及被告的知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與素行品性等一切情狀，而為本案的量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19年。台中地檢署去年7月頭1波起訴，認定4常的教練涉犯強制威脅、強制性交等90項罪名，攏總有32個未滿14歲少年受害。1、2審各判3年半到8年半不等的刑期。第3波起訴有10幾個人受害，19罪。法院閣在審理，監察院頂個月糾正學校甲台中市教育局。日本基金會認為，司法單位毋是教育局專屬的調查部分，台中市政府攏無提出行政檢討，結構性的問題並無解決。因為這個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嘛，我們看不到任何的檢討報告，所有的缺失都是我們民間單位提出來的。那你的對應是什麼？完全沒有。我覺得這是非常的不應該。教育局已全面強化校園運動團隊管理及加強性別平等教育工作，包含落實不適任人員查詢機制，強化外聘運動教練契約檢核及管理。台中市教育局表示講，尊重司法判決，目前累計收到受害學生及家長申請國家賠償34件，其中23件協議成立。另外，已經全面加強校隊及社團的管理機制，落實無適任人員查詢制度。加強外聘教練的管理，避免類似的事件再發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